礼拜开始。万军的摇花，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外？我的心神乱无摇花的田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救助。圣诗19首，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之爱。天父上帝，阮齐声乌鲁称呼你尊名，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大家请坐。咱来启英文，启英文记，启英文50篇，启英文50篇，我来启，大家来用。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者人，去伊伫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理的得到讨放，受赶的出家牢，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互以花冠代替喜妇，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因受称做公义的树。上主在前来显明家己的荣光，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这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上帝，阮的主，阮要向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阮深深感谢主耶稣，伫阮遐做罪人的时，拣选阮，赦免了阮的罪。因为主耶稣的保护、救赎的功劳，互阮罪得赦免，灵得到自由。主啊，阮虽然卑微小可，但是阮靠着迄个加天互阮开力的，阮凡事拢会当，凡事靠主得胜。若圣经所讲的讲，芥菜籽是百粒种子中第一世，但是因为主也成做飞鸟的大樟树。飞鸟的祝福，恳求主将传播好消息、传福音的心志，放伫阮正人的心、阮正人的行动。亲像负责人将天国的价放伫三斗的面粉内面，互得救的人加天伫南马坑，加天伫高雄，加天伫北平的城市。油厂的地区，互主的圣殿充满阳光。圣经清楚甲阮讲，主出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真大群。主啊，阮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予主耶稣。主将平安、健康的身躯赏赐予上帝百姓，将喜乐的心神赏赐予伊的正经儿。感谢主，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这是我来报告。第一，本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主堂召开7月份定期中集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二项，小会公告。第一小项，因应本土的疫情，到教会聚会时，请全程戴喙安，配合量体温、酒精消毒等。第二小项，若是有发烧、嗽、流鼻水、脑疼等，被控制为密切接触的，伫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请利用线顶收看主日的礼拜直播。
第三小项，若是卡者也是其他原因被通知接受 PCR 也是快筛的，建议就要检查是阴性后再来教会。第四小项，本会拜三暗时8点的祈祷会伫主堂聚会，而且也有线顶的直播，欢迎兄弟参加。第五小项，教会各圣歌队伫本主日起开始恢复献诗。第三项，中执会公告，伫7月份开始，教会早祷改做是拜一甲拜六，伫早起时6点到7点来举行，并采用线顶甲实体同步，欢迎兄弟会当来参加。礼拜日的早祷是停止的。第四项，下周主日7月初10为繁华教会建堂奉献主日，敬请兄弟备满心踊跃来奉献。第五项，本会庆祝释教70周年的活动。第一小项，三听一生100年和合，金婚也是重置婚约的感恩礼拜，时间是伫8月初7礼拜日下晡时4点到7点。活动的内容看咱周报的页页。欢迎兄弟伫7月初10进前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小项，见证期欢迎兄弟伫7月初10前办公室踊跃来祷告。第六项，本会定伫7月17日下晡3点伫教会主堂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各个牧区小组长也是外店事工单位的组长来参加。请伫7月初10前区长或是办公室来报名，以便统计人数，当日备办暗顿。第二大项具体消息。第一项，儿童牧区第一小项，伫下周主日开始是7月初10，下周开始，儿童牧区的礼拜将恢复实体聚会。第二小项，暑假儿童营会伫8月初9到8月12开办，对象是原来小学1年级到小学6年级，费用是前20名800块。20名以后1000块，80人夜满为止。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报名请吴思婷传道。详细的资讯会当上有客某粉专的查询。第二项，真爱林幸福学堂伫7月初5拜日开始恢复上课，敬请学员留意来参加。第三项，双联圣歌队伫7月初7，就是即摆即个拜四，早起时8点半开始恢复练歌，敬请咱双联的兄弟留意来参与。第四项，合作社。第一小项，青年创业贷款专利利率的利息是3%。11月30前夜到夜满，就停止办理申请。第二小项，社员消费性低利率的贷款15万，利息年利是3.6%。第三小项，社员在职军工教警贷款30万块，利息是3.6%。11月30前暂止。第四小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利率年利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或是转贷合作社洽询办理。告解消息，咱请洪牧师。牧师娘，各位兄弟大平安。咱高中的上年部嘛要举办金婚甲传召婚的纪念的翕相吼。不过你也有确实伫2018年、2022年，也是2017年捌翕过相的，就毋通报名。咱
地点伫迄个林皇宫吼，咱伫8月23下早9点要举办迄个双年感恩礼拜中间举行，且咱的双年若要报名，请伫7月初10进前，咱的坑长老来报名。第二咱的中会伫7月初5过来的拜二，伫大卫教会召开，咱的教牧团甲第二长老代表参加。咱的中会妇女事工部伫7月29到30要举办妇女查经营，地点伫台南北河的拿来教会灵修会馆，主题是上帝应允我甲你伫地，报名2000块。咱有意向要报名的姊妹，李长娘老长娘来报名多谢。奉献，咱请技师来收奉献。是啦，感谢阮天顶的爸，主啊，愿阮的奉献会当互天国的府库充足有剩，诚做福音一切事工的路用。主啊，愿阮的奉献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祀，到伫主的面前，互主得到欢喜。主将平安欢喜的心赏赐互伊，正经儿，互阮逐项充足有剩。感谢主，基督奉靠主耶稣的性命，阿门。大家请坐。我来讲头今日圣经，今日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书13章31节到33节，白话字伫16面，台语伫16面，和合本伫19面。怎大家来听，我来讲读。31节安尼讲，嗰些譬如对因讲，天国亲像一粒挂菜籽。人摕去压伫伊的园，即个是8项种子的第一世。到伊大丛是较大拢总的菜色，煞诚做树，滴到空中的鸟来歇伫伊的枝。佮用譬如甲因讲，天国亲像甲，负责人摕去放伫3斗面粉的内面，到拢发芽。学咯，咱请妇女献歌队。
度。今日主题是挂菜树的种子，咱请洪牧师。牧师娘，列为咱的兄弟大平安。今日牧师要用挂菜子的种子。咱台湾有挂菜无？有。不过圣经讲的挂菜子，迄个挂菜，其实甲咱所台湾遮的挂菜无共款，无共种，无共形。其实若用圣经的翻译哦。无应该是挂菜，是挂树。要哪讲？咱台湾人吼，咧形容一个物件，拢会去加一个形容词。你若讲动物园内底，你咧看讲树，你家囡仔会讲大树还是树？大树，树骹会去加一个大树，形容迄个树足大只啊，对不对？事实上，就是树尔嘛，无需要佮加一个大嘛。就是咱的形容词拢个讲这是大树吼。然后咱看到挂菜应该是讲挂树咱看了这丛树伊就是挂树啦吼。挂树迄英文名叫 mustard tree mustard tree。这个挂树呢，伊会结花，迄花蕊若谢了，伊的种子亲像扎细。咱看到，伊的种子挂树的种子足细，比芝麻搁较细。不过，到底天国甲挂树甲佛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咧比喻的时阵，拢用挂菜挂树、挂米粉的佛教来形容上帝国？其实有伊的意义咧。圣经伫马太福音书13章31节到32节，咱做来读一遍来。天国亲像一粒挂菜子，人摕去下伫伊的园林。这个是8项种子的第一世，到伊大丛是较大拢种的蔬菜，线成做树，滴到空中的鸟来晓得伊的基。所以俩伊这中间咱看了，头咱讲到挂菜应该是挂树。圣经讲这个挂树的种子呢，是8项种子的第一世。所以咱看到伊相片内底，咱看到 mustard tree， 迄种子真细。总是咧看种子真细，伊有啥物作用呢？咱看圣经讲到伊大丛是较大洲拢种的蔬菜，线成少树，滴到空中的鸟来晓得伊的基。了解？这么细的种子，伊尾发展，既然会成做树，互鸟晓得伊的顶面。所以咱看圣经内底讲，是较大拢种的蔬菜，成做树。所以你对种子迄个细、迄个形，真恶你想象，伊到尾发展成做树，佫会当互鸟晓得顶悬。阮看圣经，咱看相片内底挂树，会当成做树木。接下来看。这是一种挂树的形，佮看另外一张，伊嘛是挂树，这无共种，不过伊嘛叫挂树，无共种。所以了解咱看到，挂树会当成做树木，发挥伊的功能。注意你有看无？可能。你爱目睭金较大蕊的吼，这张相片内底有迄个
挂树的花，伊的花是黄色的，黄色的，伊的花型亲像喇叭花，长长开开细蕊花，总是花蕊若谢时阵，伊的种子亲像咱头看较细，总是咱看到。圣经内底讲，这个挂树发挥的功能，成做一丛树，照叶伫顶悬。了解，咱学伫想象，迄个种子较细，会当尾啊成做树。咱若去想讲，你昨仔在山影记你食爱文山影，你食了肉，食了爱文的籽有大粒无？有大粒。你甲种子来下伫土里来种。伊也长做树，你也可以说，这大粒的籽变树，袂歹想象。总是挂菜遐尼细，比芝麻较细，伊将基尾到最后，成做一丛树。你会真学伫想象，迄个发展较会差较济所以了解咱看到，挂菜的种子。遮尔细，既然成做树，佫会当互鸟只歇伫顶悬，代表啥？迄个树枝迄个承受迄个重量，会当互鸟只歇伫顶悬。这亲像啥？这亲像福音下伫人的心内，互一个人伊心内有富嘅结子，若结子，佫影响所有的家族。咱六位兄弟拢知影，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总是福音是对我的姑婆，我的姑婆，我细汉我捌看过伊一眼两眼，嘛捌看过伊一眼两眼。我细汉看伊时阵，目睭无看。我第一届看到目睭无看，是做安怎我的大人就带我去叫姑婆姑婆，但我对伊无啥物足深的印象。总是事后，阮的家族信主的时阵，是我的阿叔，伊读初中的时阵，读麻豆黎明中学，迄是一个天主教学校。迄当时，我阿叔讲，我的姑婆伫因细汉的时就唱诗歌、唱圣诗，互因听。耶稣听我在面，因为记载伫圣经。类似这个圣经的儿歌儿童歌，嘛讲圣经故事互因听。所以我的阿叔、我的爸爸因迄辈，因对这个姑婆唱诗歌、讲圣经故事有印象，总是无去教会。直到我的阿叔读黎明中学的时阵，伊信主。伊信主了，伊到伊读大学，到伊出社会，伊拢一直伫台北建成教会。我的阿公因为肝癌我的阿叔带伊去台北大病院来就医。迄当时我的阿叔所属的教会是台北建成教会。建成教会兄弟，逐工无共款的人来陪伴我阿公，连面这个人来陪阿公读圣经，连面另外一个人陪阿公唱诗歌，另外一个人佮陪阿公读圣经。迄阵30几年前无看好这个名词，嘛无这个行业，总是这建成教会兄弟，就安尼轮流逐工去陪伴。当然有一个真要紧的因素，是我阿叔伊遐做这事，大家拢捌你。我的阿公有一天甲一个小姐讲：“小姐你拢无代志做拢来陪我这小姐讲：“阿公，我毋是无代志做呢，我拢请假来陪你的呢。我拢请假来陪你，为着一个人，应该有熟悉无亲无情，来陪伴我阿公。尾我阿公受感动，伫病床顶悬受黄6点牧师的洗礼来信主。
总是病情真严重，先尾过身去。教会也主动讲办伫台北办火化礼拜，阁袂熟。总是迄骨灰要去转去到义德安葬，阮毋捌义德的牧师啊，因为阮在地就是拜拜。5、6点牧师就联络，当时伫义德牧会柯文祥牧师，听讲是咱教会出身的，然后柯牧师就问，迄金城因兜住佗？就问，听讲恁兜有人过往需要帮忙吼。这柯牧师就招教会中级，来主动帮阮办告别式，真趣味。伫咧办告别式时，阮厝边有一个伯伊伫告别式外，伊看阮咧办告别式，了后咧，伊嘛信主啊！徛伫外口咧听告别式的过程，伊嘛信主啊！为什么？因为伊讲伊细汉捌伫咸水教会读白话字啊。总是读白话字的时阵伊念牧师听念圣经白话字，念我足顺的啊。总是伊当时无洗礼，无信主，就安尼，敢若经过一个岁月了，就敢若船过水无痕。总是福音伫伊心内，就一直存留。所以当我阿公办告别式时阵，伊外面伊看，伊嘛受感动。尾伊嘛做伙入来教会信主洗礼。另外你会想象，我的阿叔、我的老爸，伫我的姑婆带领下面唱诗歌、听圣经故事，总是无马上信主。我隔壁迄个阿伯啊，伫细汉捌伫咸水教会学白话字，伊嘛无马上信主，嘛无马上成做基督徒，总是福音的种子伫因的心内，早日落根伫因的心中。伫圣经内底，咱看马太福音书13章33节，咱做伙来读，请。天国亲像架，妇人摕去放伫三斗米粉内，教导发酵。主耶稣佮用天国亲像架，另外咱在做兄姊妹，你若做馒头包啊，做烘焙面包，你拢爱用架，因为架会互米粉发起来。三斗米粉，会当讲伊当时一40升，这三斗米粉发酵起来，会当互偌济人食饱呢？会当互100人食一顿，100个人诶！哇，这个富人人可能要攞米粉互这发酵攞米粉，可能互100人呢？可能攞甲大粒罐、细粒罐，总是咧，这咱看到。钾伫米粉内底发生作用，米粉改变原本的形态，成做发酵，成做会蓬松的一个米粉面粉，就是另外这咱看到。你来看这张相片，发酵的相片，其实你会知影，发酵会不断的蓬松。其实我做这张 PPT 有动态。伊会家己，伊有迄个动画会家己膨胀。因为我的档案移刷来咱教会遮，迄个缩时摄影动态就无。不过咱拢知影，发酵就会膨胀。另外钾为虾米会发起来？因为有生命力，有生命力，所以另外当咱咧传福音的时，上帝真理像钾同款，伫人的生命内底有发生作用。所以，当咱听见人性命分享的见证，可能无马上
决志，也是无马上信主，总是这个信仰的见证、福音的道理，伫人的生命内底会成做一个影响力。伊会当去想，哎哟，对吼，我以前拜遮久啊，敢若我的家庭嘛无偌顺，我生命嘛无偌大的改变。不过我听人的见证，生命改变，家庭和乐，哇，这个卡遮奇妙，这个信仰它带人遮大的改变。伊的心中会当产生一个反省的规律。反省的规律就是只就共款，伫遐发作用。了解？我伫屏东水理寮牧会做传道书的时，我捌曾经带领一个家东的兄弟信主。总是我带这兄弟信主这个过程中间，伊的太太，我对头到尾无法度带因太太决志信主，伊的太太拢拒绝。当我离开屏东水理寮的牧会时，我去到台北金美牧会。有一届我倒来南部，倒来屏东，我专工去找伊，我甚至带伊因兜。这个兄弟讲：“牧师啊，我甲你讲诶，阮某洗礼啊呢。哦，我是那通到吼有嘴讲到无烂吼，袂信就是袂信诶。哎，奇怪，因某甲插摆团，不过尾啊，伊甲我讲。”凤山外泉灵粮堂的一个小组长，伊有一个看文书的、看异象的文书，伊就甲因太太讲：“哎，这位王太太，我替你祈祷的时阵，上帝互我看到什么款的异象？”哦，这个话讲出来了，伊的太太心中受感动啦。你哪知我真爱在想的啊？当然伊。无啊，讲伊迄个小组长看到什么异象，这是结果。伊太太毋若信主，佮洗礼，两者咱看到，上帝通过无共款的人的服侍中间，互福音的种子发芽，发生作用。迄当时我可能想讲，我家己的先生传道理的时阵，伊伫边仔拢有听到。就是迄个家己的心中还未发生作用，直到迄个我离开迄个凤山外泉灵粮堂的组长的服侍了，迄个芽呐，怎开始作用出来，产生一个心中福音的规律，互伊信主了解，这就是福音的生命力。所以咱看到。有时，咱咧传福音的时阵，迄人无马上信主决志，咱毋免对志。上帝互你做的工，绝对袂空工着我。阿门。牧师接续要讲，咱知影嘉义东石是沿海所在，是真恶咧传福音信主的所在。因为沿海拢是拜妈祖婆啦，拜道教，总是。屏东啊，伫东石有一个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教会，迄个教会30几栋，迄个牧师伫遐足认真传福音，总是真少人信主。迄个牧师伊遐牧会嘛是真有时牧甲真睿智吼。一届因咧开即个牧师的会议的时阵，另外一个牧师。甲迄个东石福音乡村福音布道团的牧师讲：“你拢知恁东石有一个牧民兄弟吗？”伊讲：“嘿啊，我知啊。”哦，伊信主啊呢。哦，即个东石即个牧师讲：“哦，我进前几啊逐年吼，我甲传福音，伊拢无要插我，伊拢无要接受福音。伊吼，拢拒绝呢。”这个另外一个牧师讲吼，伊毋若信主呢，伊佫2个人信主。
这个当这个乡村福音布道团的牧师，心内听到这个消息，得到真大安慰。了解，上帝通过这个当这乡村布道团的牧师的布道传福音，虽然迄人无马上决志信主，总是福音的证据伫伊心内。正做一个开力，后来，伊甲另外一个人，伫另外一个教会信主。迄个牧师听了感动流目屎。其实为咱做工的时阵，咱不一定看会到效果，总是上帝伊中间已经开始做工，通过你的嘴，通过你的团来上帝做工。只不过是有时咱唔知影。所以，不怪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6节，咱做来读预备来。我栽种，阿保罗灌溉，直到上帝予伊传长。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保罗先生讲我栽种，阿保罗灌溉，直到上帝予伊大长。所以，咱看到我栽种，阿保罗灌溉，拢是对人的手中做该做的工课。迄个会大长未决定权在是上帝，只有上帝予心中的决定。所以咱了解，咱对一物来看上帝作为，一粒种子，伊有生命力。无论种子偌大粒、偌细粒，种子都有生命力。就是了解，咱看到。咱爱负责伫生命中间下福音的种子，伊自然就会大长。咱爱负责野种，负责互营养。所以无论你种稻也好，无论你饲鱼也好，你互伊正确的营养分，伊绝对会大长。只不过有时你看袂到，但是无代表伊袂大长。所以有时咱来做小组长。你牧养组员的时阵，牧养到一个程度，迄个组员，咱形容无来搬厝啊。可能你无感觉，伊一个小组有大大的成长。不过，当伊搬厝了，伊搁去找教会，你会搁听到伊的消息，伊怎么毋是敢做组员呢？伊怎么搁会做小组长呢？了解，迄就是福音的种子伫。你咧做组长的时，咧甲幼稚的时，互伊属灵的营养分，伊的属灵的生命，伫伊的心中开始咧长大。所以了解，这就是生命力。所以种子较细粒，嘛会长大。总是咧，石头较大粒，袂大袂？石头较大粒袂大袂？为什么袂大？因为无生命力，石头你甲放100年嘛是大粒，对不对？因为伊无生命力。总是种子较细粒，因为生命力伊会长大。咱长老教会的创始者约翰加里文讲启文，伊讲预定论，伊讲伫上帝创世以前，无条件拣选，伊要拯救人，所以一人的得救。伊出生之前，上帝已经决定好啊。甲这人祈祷，甲这人行好，最后得救拢无关系。意思讲，上帝伫这人的腹肚中，一直竞选伊，成做上帝的囝儿。这到伊后来信主，安怎认真祈祷，安怎行好，拢无关系。这甲伊得救拢无关系，是上帝管理。就是伫加利文的预定论中间，就讲既然上帝拣好啊，我拍着传福音，了解，你有想一项代志无？你哪知影对一个是上帝拣好？你若无去传，你哪知影迄个人会扶起来袂？会得救袂？上帝虽然拣好，嘛是要通过你的人这个管道甲引带嘛。所以咱想象吼，一个人
若要入一间厝，伊找无门，对不对？无法度入去。总是你会当真正咧甲伊开门的人，门伫遮哦，即间厝要对遮入来哦。伊就自然让顺利入去伫门内、厝内。你就是迄引带迄个器皿关键的人。所以俩这咱看到，咱毋知影送是上帝有先精选好的，所以咱应该亲像迄做事的人温群雅静。因为你所举的迄每一个证据，伊拢有生命力。虽然证据野罪有几种情形，第一种落伫路边互吞拍；第二种互鸟食食去；第三种野伫石板顶互日头拍死；第四种下落伫刺皮中间互刺皮地死。就是经济冇可能落伫好土内面来结实来中断。你敢捌听过一个人讲，有一个人因为同学的邀请参加教会的聚会，尾受感动了，经过几冬后了，伊竟然嘛信主啊！一个小小的邀请，一个小小的聚会，你看起来无啥物，总是上帝伊通过迄个聚会、迄个内容中间大大来感动这个人的心。或者人心受感动，愿意对福音来成做一个影响力。所以福音的经济本身就是有生命力。送是会下经济的人，送是下经济的人。但牧师、牧师娘、牧师还是潘牧师，是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是下经济的人，所以你有要紧无？你有要紧啊！你的团、你的讲、你的邀请，拢是一个改变人的机会。所以你有要紧无？有要紧，甲你隔壁讲，你真要紧。你真要紧吼！所以了解，无论咱咧办幸福小组，无论咱咧办新生命讲座，咱拢是咧把握福音的证据。所以保罗写批信给罗马教会，伊安尼讲，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互拢总信的人。因为上帝的权能，要互拢总信的人。所以福音就是上帝开力，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世界救恩的消息，人人拢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圣经讲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毋是讲一人得救，迄个做代表全家得救安尼，是一人得救了，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好消息，要伫这个家庭中间母家结集，阿们。所以，若用阮兜的信用数来看，我的姑婆伫我的老爸、我的阿叔、我的阿姑，因细汉时阵就下落福音的经济，直到我的阿公过身办告别时阵，迄个福音的经济母家结集。所以，阮阿公因的囡仔大汉到阮兜，第二个、第三个、第四就是我的阿叔上早信主的，伫美国的阿姑、第五拢信主。所以我的家族内底出3个牧师，我何牧师，加我这辈第2个阿叔的后生，嘛是牧师，伊伫赤王街教会咧牧会。所以你会当想象，迄个红金城的家族到如今，却会当遮济人信主，有遮个人献身做牧师。所以了解咱看到。无论我阿姑婆、从我阿叔因唱诗、读圣经，还是叮当兄弟信主的故事，拢咧甲咱讲，挂树的种子、米粉的价，虽然细细总是有生命力，伊会发为福音带来真大影响力。所以了解
挂树的种子火成了，迄种子真细，叶会当成做树，互鸟食来叶。面粉是迄个面粉的价，虽然40斤，迄个价的因素，叶发价了，却会当互100人食一顿。了解？无论挂树的种子，无论迄个价，因拢有共同的特色，就是啥物？生命力。生命力会当成长，福音嘛是同款。所以较细粒的种子嘛有生命力，石头较大嘛是同款发大粒。这两种的差别就是差伫有生命力。所以了解，咱唔通轻看咱做幸福小组，咱唔通轻看咱做新生命工作功效。当咱咧邀请慕道友，当咱咧邀请 guest， 可能当时无马上决志，总是咱下的福音种子，伊若无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种子有一天会成长。所以，莫小看迄个福音的种子，伫你的朋友，伫你传福音的对象中间，是毋是有受接受？有啦。上帝予伊大赞，是上帝予伊大赞，毋是你，毋是我。所以了解，咱看到今日咱在座坐遮咧做礼拜，恁听牧师的讲道对不对？我就是共款咧下种子。我今日讲的道，有一天伫你我的生命中间发生作用，迄就亲像发芽，就是挂树的种子会产生影响力。有一天有发生作用，迄当时可能我无看啊，总是迄种子永远有作用。所以了解，咱有种教会是一个真重视祈祷、重视传福音的教会。有人信主，有人洗礼了，因为甲教会距离的关系，伊选择就近的教会做礼拜。可能以咱的洗礼了，洗礼礼拜中间，咱会送真侪圣经吼，送圣经互咱的洗礼兄弟。总是有人讲，洗礼遐济，圣经送遐济，礼拜的人数总数较无看到提升，较无增加1000人、10000人，了解。咱拢为上帝做福音的种子，随奉这人洗礼，无一定留伫咱友情教会。总是咱相信咱啊，当伊决志洗礼了，伊去别间教会安那，会将友情教会的 DNA 呐带去别间教会，互别间教会伫迄中间啊，因为伊服侍安那传福音的种子 DNA 伫遐发生作用。伊伫别间教会做真好的服侍，做真好的传福音的工人，了解？伊嘛咧帮助别间教会安那，伊啊发展起来，互咱，互迄间教会甲咱友情教会共款有共款的 DNA， 阿门。所以了解，咱应该用更加宽的角度来看上帝国。来看咱传福音的时间，来看咱报道的时间。咱唔通看眼前，迄个眼前通看你友情教会。咱来将眼前的眼界扩大来看做上帝国。这个洗礼，这个兄弟姊妹，因伫上帝国伫无共款的教会，继续为了上帝福音来努力。所以你就是有生命力的福音的种子，相信你会亲像挂树，亲像架共款，发挥更大作用，互更侪人蒙福，互更侪人得到祝福。咱大家来祈祷，是阮听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今日互阮三甲以主你的教会来听见这篇道。愿主你的神，互阮每一个兄弟听见这篇道，亲像福音的种子，
亲像挂树的种子，亲像面粉内底镓同款，有一天会发挥作用，会成长30倍、60倍、100倍的效果。互阮有从教会即个传福音、爱祈祷、爱灵魂的 DNA， 伫阮迄中间来发生作用，来影响你的命，互你上帝国的福音来广传伫阮的台湾。愿主你是阮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回应诗15首，回应诗15首，请咱起立。起来，咱红牧师带咱来工作。咱这是咱为着康定乐伊的目睭要手术白了将，为着伊的整个治疗来祈祷。咱为着70周年，咱的创立婚约咱的见证咱的圣歌队的观摩，咱祠堂的地点的选择咱为着咱的感恩礼拜的备办筹备来祈祷。咱为着咱教牧团队、中级团队、小组长团队为着咱所有的干事团队来祈祷。咱喊三声主，咱开声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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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求你施恩祝福阮，主，阮以主的情献上感谢，阮今日早起会当有真好信息的领受。愿主你的神成做阮的帮衬，互阮今日早起听到的信息，成做挂树的籽，成做面粉的酵，来发芽结果子，来发挥作用。主啊，你是阮做你的萝卜康定了伊的目睭接受白内障的手术。
愿主你是用你的稳定伫康定那个生活顶，互一切轨道顺遂，有主你的稳定祝福，互伊目睭来回望好的视力，主你的赐恩祝福阮的教育团队，互阮的教育团队以主面前当先的服侍，祝福阮的中心使命感主面前服侍规律祝福阮的中心服侍中间，诚做教导。教会祝福，主你祝福阮的小组长，阮小组长伫服侍中间，主啊，你忠心去上帝你的工，得尽上帝你心意来应用主你。阮上帝你是阮祝福，主你祝福阮70周年，无论阮职堂，无论阮场地分约，无论阮的见证片的成就无论我信徒的观摩是阮是阮的教会礼拜主阮将阮70周年这样时间来仰望你，愿主你赐阮带领阮每一个时间，以主你的引带带领面，拢应用你，愿主你神听阮祈祷。是阮天上的稳定的主，感谢你，互阮今日早起领受上帝你活命的道理。愿主你互阮每一个人听见这道理，亲像挂树的籽，亲像米粉的秆，来发芽结果子，来发挥所有的作用，来应用你，互万人因为阮的教会所传所带领，来得到上帝你的救恩。主，阮将阮70周年的时间交托你，无论阮的建造的文章的收集，也是阮的场地分约的举行筹备，也是阮彩排礼拜，也是阮的开拓的地点的选定，也是阮感恩礼拜的筹备。主，阮将阮70周年所有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愿主你照你的旨意得成。愿主你的名以你中间来得到彰显的荣耀。愿主你祝福阮友情教会，愿友情教会伫主你的广播引出面，互福音讲传，互友情教会，而且为主你大发热心，为主你做工来应用你。愿主你使阮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祝福切片。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相通，甲咱众人三下伫地，伫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弦乐聚会。改变看，真是。谢谢，多谢，多谢你提醒。